咱台湾的友邦瓜地马拉25要选总统，百姓上要义的是候选人要安怎解决犯罪、污洗甲通货膨胀。本地是三卡都的细面，不过这阵民调排第一的保守派候选人，却去予法院裁定失去资格，要退出大选。台湾友邦瓜地马拉2号就要举行总统大选，不过原本民调是第一个保守派生意人皮内达，进前所予法院宣布无符合候选人资格，会无法参加竞选。这已经是这一摆瓜地马拉大选第3位候选人被选举资格无符合，可能批评政治操作，想要排除可能对执政党造成的威胁。所有的候选人 Siempre votamos por el menos peor, ¿verdad? Creo que estamos igual o peor que años anteriores. La mayoría hemos venido votando de esa forma, ¿verdad? Lastimosamente. Y últimamente, pues, cada vez hay menos intención de salir a votar. 瓜地马拉总统任期是4年，未当连任。今嘛保守派总统贾迈代饱受贪腐见效大冲击。所以70摆大选，选民上关注的议题主要是打击犯罪、改善治安、消除政府的贪腐问题，加解决通膨危机。虽然是不是改变甲台湾的关系并是重点议题，不过甲中国建交的经济利益诱因一直拢存在。拉丁美洲虽是美国后院，不过中国伫这影响力一直是慢慢的提悬，尤其伫经济方面。中国伫过去20年来，已经伫8南美洲国家取代美国，成做上大目前友伴，目前也是过南美洲上大目前友伴。靠杜民调领先，不过遭取消参选资格皮内达，前第一夫人托雷斯保守派外交官穆莱特，甲已经过身独裁者的查某囝里欧斯，因三人支持度是正平均，不过托雷斯小可领先。6de cada 10 guatemaltecos son pobres y vamos a erradicar la pobreza en nuestro país con empleo, con programas sociales y con seguridad. Hay que decidir ir a las urnas. No permitan que otros decidan por ustedes. 瓜地马拉2号举行的首轮大选，按算未有候选人应摕到过半选票直接胜选，所以争议关票的候选人会伫8月20进行第2轮的决战，来选出下一届总统。公司新闻郑慧珍报道。